歡迎繼續收睇 Eurosport，你嘅睇緊嘅係2007年場地單車賽世界錦標賽啊！正所謂好戲在後頭啊！今日呢一日嘅直播節目為大家帶嚟最後一場嘅比賽，就係男子捕捉賽。亦都有香港嘅單車選手黃金寶咧係會上場噶。總共咧係有超過咧係22位嘅選手咧係會參加呢一場嘅捕捉賽。為大家以廣東話進行現場評述嘅咧係除咗有香港嘅單車名將洪松蔭之外，亦都係有我陳欣能噶。我呢度見到咧就係嚟自咧係瑞士嘅選手，就係高馬夫里。呢位選手咧今年咧就28歲，亦都有西班牙嘅選手咯。其實咧呢一度咧每一個國家咧都係只係見到會有一位嘅選手參賽嘅啫。呢一位嘅西班牙選手咧就係伊路尼加。另外咧希臘嘅選手咧亦都有參加比賽喎。希臘嘅選手咧就係保美，今年咧24歲噶。呢場賽事咧就相當之精彩㗎，因為咧就係經過兩輪嘅初賽之後咧，就有22位嘅選手咧就會進入咧係呢個嘅決賽㗎。你要見到就係荷蘭選手史高安迪加啦。我哋咧其實都好想睇下咧黃金寶啦，大家睇唔睇到啊？第一個啦，就喺條線嗰度，佢扶住嘅車咧就係教練啊沈金康啊。而喺上線嘅咧就一共咧係有11位嘅選手，下線咧亦都係有11位嘅選手。呢個捕捉賽點玩嘅？嗱，點先贏到咧？冇錯啦，捕捉賽咧就一開始咧第一個圈咧就係唔計㗎，要大家翻到嚟咧。槍聲響起咧就先至係開始㗎，大家咧就一定咧就唔准打麻波，喺呢個時間咧就唔准加速㗎，所以大家睇到咧嗰個速度咧都唔係快㗎啦。而家領先緊嘅咧就係着住藍嘅戰衣嘅咧就係黃金寶啊，就經過咗呢一個圈一翻嚟嘅時候咧就會進行咧一共係60個圈啊，槍聲響起咧60個圈嘅比賽咧就開始啦，一共咧就係15公里。只要咧就邊一位車手咧喺60個圈之後最快翻嚟終點嗰個咧就唔計時間㗎嚇，第一名、第二、第三咧就照嗰個名次去計算㗎。而家見到阿寶就褪咗喺後邊喎。係啦，因為始終咧都係60個圈嘅比賽啦，只要咧就所有嘅車手咧唔俾大隊咧係主車群咧係追過咧，咁就冇事㗎啦。如果俾大隊主車群追過一個圈嘅話咧，必須咧係被淘汰㗎啦。今次嘅香港隊咧，亦都只係咧派出一位嘅選手啊，就係黃金寶啦。香港隊咧就係得黃金寶咧係參加呢一個嘅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阿聰啊，我想問一問你啊，亦都係前香港隊嘅代表啦。而家睇住阿寶參加世界賽啦，你有啲咩感想啊？當然開心啦！呢個就係一個就係香港嘅光榮嚟㗎。因為咧就其實阿寶咧喺過往嘅日子裏邊咧喺世界咧個名氣都係相當之大。所以咧，佢就喺好多嘅世界級嘅比賽裏邊咧，都曾經亮相過啦。對於其他嘅車手嚟講咧，對佢嚟講咧，亦對於佢咧，亦都係視為佢係一個叫假想敵㗎。我而家暫時帶完一輪頭墮後嘅咧，就係阿根廷嘅選手啦。跟住見到有美國嘅選手，阿寶咧就 keep 住啦喺第5同埋第6嘅位置啊。大家睇到呢一啲嘅比賽咧，因為咧嗰啲車手咧就係冇搶分嘅關係咧，大家咧都唔會話好積極主動啊。特別喺開始嘅時候咧，仲有55個圈咧先至到終點，所以大家咧都係保留嗰個實力啊，就係擺喺最嬲尾咧，係希望咧能夠突圍而出。呢個時間咧又輪到咧就係阿黃金寶咧係領先緊啦。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大家輪流就幫手再幫對方破風嘅啫。咁上又墮後㗎啦，係嘛？冇錯啦。因為咧都好難一位車手咧係能夠咧由頭帶到尾嘅，因為始終咧講緊咧就係除咗同時間比賽之外咧，亦都要同其他嘅對手咧去比較啊。呢個嘅賽事咧，每一個國家咧只係可以派一位嘅選手咧去參賽嘅啫。喺較早前咧嘅初賽咧小組嗰度咧，阿寶咧就以第1名
嘅成績咧係進入呢個嘅決賽㗎。咁啊當時咧仲有5個圈嘅時候咧，阿寶咧就把握咗一個機會啊，同2位嘅車手咧係突圍成功。咁啊最後咧佢自己咧亦都係脫離2位嘅車手咧係進入喺一個領先嘅位置咧，結果咧就以第1名嘅位置咧係贏到嘅喺呢個小組嘅第1名嘅晉身呢個決賽。我希望咧就阿寶咧係能夠把握呢個機會啊，因為我哋都係非常之渴望啦，香港人啊咁啊能夠咧着起呢件嘅彩虹戰衣世界冠軍，哇咁啊真係威水啦！因為喺過往嘅日子咧喺亞洲人嚟講咧就只係啊有日本嘅選手咧係着過呢件嘅彩虹。然後咧仲有阿根廷啊，咁啊跟住第4咧似乎咧就係呢一個嘅意大利。咁啊暫時咧領先緊嘅咧就係呢個紐西蘭啦，同埋呢個嘅希臘啦，就比利時嘅就蒲咗上嚟咯，上翻嚟跟住第4名咧就係意大利，荷蘭嗰位選手咧又開始咧就跟翻上嚟啦。哇！比賽眨下眼咧就只係得翻13、15個圈嘅啫。咁啊暫時紐西蘭咧領先緊奧地利就第2。好啦，跟住咧又有另外一位嘅車手咧就試圖咧就去突圍啦。咁啊呢位咧就係拉脫維亞嘅選手，咁阿寶咧仍然咧都係墮得比較後一啲啊，大概喺18、9位嘅位置左右。咁啊比賽咧只係得翻去13個圈嘅啫。啊會唔會阿寶咧就真係咧喺呢個儲緊嘅彈藥，喺最嬲尾嘅時間咧係突圍咧？咁啊希臘啦，啊咁啊另外咧就有阿根廷嘅車手。咁啊而家咧呢度成個嘅車群咧又開始係啦，慢咗落嚟啦，開始慢咗落嚟啦，咁啊等待咧就係最後爆發嘅時刻。咁啊希臘同埋比利時咧就而家就湧翻上嚟，但係去到帶頭嘅位置咧又墮翻後啊，咁啊俾美國嘅車手咧就上翻去，咁阿寶咧仍然咧都 keep 喺第18、9位嘅位置。而家咧就係奧地利嘅選手同埋捷克嘅選手、澳洲嘅選手咧就係喺前3名嘅。咁大家咧喺呢個時間咧都係咧諗咧對手嗰個嘅採取一個乜嘢嘅戰術啊，所以大家咧都係留守喺呢個主車群裏邊。咁啊熒光幕嘅右下角咧都話俾大家聽咧，而家嘅比賽咧已經賽咗咧就係超過15分鐘啊。咁啊帶頭嘅咧繼續都仲係奧地利呢位選手咧，另外比利時啦。咁啊黃金寶咧喺外邊咧包上嚟啦，咁啊睇嚟咧嚟一個嘅攻擊。哇！呢個嘅突圍會唔會真係成為世界冠軍？哇！大家都好似唔係好留手喎。哇！就俾阿黃金寶咧走咗出嚟，希望咧佢真係能夠咧把握到呢個優勢咧，一路 keep 住。可能佢真係儲足呢個彈藥㗎，咁啊希望咧就向第1位啊成為香港嘅世界冠軍啊！我突然之間會唔會有機會咧？走甩咗半個圈咯喎已經。哇！好犀利！點樣為之贏咧？嗱，總之翻嚟贏就贏㗎啦，仲有7個圈嘅啫。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咧佢直頭將成個嘅賽事嘅高潮啊帶起啊，咁啊其他嘅車手咧亦都咧係追翻上嚟，咁啊能唔能夠保持到呢個嘅優勢咧？咁啊奧地利啦、委內瑞拉啦同埋日本嘅選手咧就喺後邊咧緊隨。咁啊，似乎咧佢哋唔好合作咧，呢個咧就絕對咧可以幫助到阿黃金寶咧係能夠派嚟嘅大隊啊！仲有6個圈咧就到終點㗎啦，希望阿寶咧能夠成為第1位啊嘅香港人啊，着起呢件嘅彩虹戰衣。喺呢個時間咧，奧地利啊、比利時啊車手咧就開始咧加速啦，因為覺得咧勢色唔對啊！哇！仲有咧就係5個圈咧就完成啦，睇下寶咧能唔能夠保持到呢個優勢咧？喺最後尾呢個咩？哇！已經成半個，已經係成半個圈啦！居然有啲咁嘅事！哇！如果真係能夠追到嘅話咧，就第1位啊，着住黃星寶 Jazz 啊！哇！好開心啊！睇下能唔能夠咧？而家阿寶咧一路都係 keep 住咧，就係一個半個圈嘅優勢啊！半個圈啦！即係把握到一個非常之好，希望佢能夠一路保持到呢個優勢咧。仲有3個圈咋，黃金寶保持呢個優勢啊，成為香港第1個着住呢件彩虹戰衣嘅車手啊，相當之唔簡單啦，能夠佢把握到呢個機會。咁而家第2個追上嚟嘅咧就係呢個意大利嘅捷克㗎，係捷克嘅選手。咁啊，但係咧追上嚟，分分鐘可以贏嘅，照計可以贏㗎。哇！但係咧，似乎咧就而家呢個距離雖然係拉近咗，哇！喺後邊咧就竟然有人炒車，最嬲呢一個圈打中啊！如果能夠翻嚟衝刺咧，就可以進到呢件嘅彩虹戰衣啊，成為第1個香港人咧能夠進到呢件彩虹戰衣。哇！真係為香港人爭光啊！黃金寶最後衝刺能夠追一個
彩虹戰衣世界冠軍，黃金寶終於可以讓佢成為世界冠軍啊！第一個成為世界冠軍嘅香港人，真係世界冠軍！犀利啊，寶50公里嘅平均時速。咁啊，雖然呢一場呢唔係佢原本諗住主力嘅比賽，但係呢喺比賽嘅後段呢，喺外圍突然之間嚟一個發難。咁啊都話啦，即係如果你唔睇住我哋 Eurosport 嘅話呢，就絕對呢係錯過咗呢一個歷史嘅時刻。我哋咁耐都未試過現場直播世界錦標賽，我哋居然能夠第一次做直播啊！我哋就見證到呢一個歷史時刻。相當之激動啊！哇，實在太過感人啦！第一位嘅香港選手成為世界冠軍單車選手，第二名呢就係荷蘭。咁啊，終於呢就有一位呢第一位嘅選手呢係香港嘅車手啊，着起呢件嘅所有單車手啊夢寐以求嘅彩虹戰衣世界冠軍。如果你唔係睇 Eurosport 咧，冇可能咧即時咧可以見證啊呢個嘅最光芒嘅時刻啊！咁啊，寶咧亦都即係做個動作咧，就係同大家講啦，充滿呢一個世界冠軍咧，已經係等咗咧，真係超過20年啦！熱淚盈眶，真係乜嘢獎都攞晒啦！世界冠軍啊！咁啊，亦都咧就係留下英雄女。咁黃金寶咧喺呢一場嘅比賽咧，啱啱3月份生完日，咁亦都係再一次咧係吐氣揚眉。我香港人能夠登上世界冠軍咧，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咁啊，而家咧亦都係接受全場嘅車迷嘅祝福。哇！對於我嚟講咧，真係熱淚盈眶啊！唔單止佢啊！咁我相信咧，如果全港人啊知道咗呢一個消息之後咧，我相信咧，對於香港嘅單車壇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鼓舞啊！簡直就係一種光榮啊！能夠攞到世界冠軍啊！咁呢度咧就係睇翻咧，就係話慢鏡頭嘅情況。嗱，大家睇睇咧，就係仲有7個圈嘅時間啊！仲有7個圈嘅時間呢，阿寶呢就把握到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咁樣突圍。咁樣由於呢其他嘅車手呢不以為意，喺呢個時間呢大家都不以為意。喺咁樣嘅情況底下裏邊呢，就阿寶呢就突圍成功。咁啊結果呢就係用佢嘅後勁嘅凌厲嘅後勁呢，結果呢就能夠脫離到所有嘅車手呢，順利咁樣係贏到呢個嘅世界冠軍啊！終於都能夠攞到世界冠軍。哇！我呢度咧就睇翻有幾位嘅車手啊，有4位、5位、6位、7位嘅車手咧，都係好不幸咧。咁有阿根廷嘅車手啦，紐西蘭嘅車手啦，跌倒㗎。咁啊同埋咧美國車手。咁啊呢度咧見到咧就係阿寶咧喺仲有8個圈、7個圈嘅時間咧係突然之間發難啊！咁啊趁住咧係咪就係趁住呢一個意外當中之前附近嘅時間咧係發難？咁啊，跟住咧就係最終咧贏到有史以嚟香港人喺單車上面嘅第一個世界冠軍啊！咁可以話實至名歸啊！香港車神黃金寶。哇！而家真係唔單止咧係成為咧就係呢個亞洲嘅車神啊，可以講話咧世界上咧稱王啊！因為咧佢能夠咧攞到呢個世界冠軍咧，對於香港成個世界嘅國際形象喺單車壇嚟講咧，係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鼓舞啊！咁最終嘅成績啦，阿寶呢係十分之犀利，為香港贏到第一個世界冠軍啦。而第2名呢就係荷蘭嘅選手，而第3名呢就係嚟自波蘭嘅選手啊。咁荷蘭選手呢就係叫做史高安迪加啦，咁而波蘭選手呢就係拉達斯卡。咁但係一切嘅榮譽都係屬於香港嘅選手，雖然當中有人炒車，包括呢一位嘅委內瑞拉嘅選手啊。香港贏到第一個嘅世界冠軍。